宥嘉，你也很可爱呀，你头上的那顶帽子，我觉得你妈妈好厉害哦。你所有的穿着都是妈妈给你蒸的，对吧？对。对嘛？妈妈真的眼光太好了，把你打扮超可爱。你知道我们这个电视的画面就会出现你们2个公仔就很可爱，大家就会移不开眼睛，然后就会锁定你们2个。然后呢，宥嘉你很喜欢唱很有愧靠的歌曲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能不能有机会让我们听到说你唱到温柔的歌，温柔的情歌？可以。对，好。还有咱中瑞。你咱中瑞哦，好，因为我还是很在意说你这么小一直用喉音一点，我有点担心啦没关系，老师一定会好好教你，我相信你的老师会好好教你。你今天也唱得非常好。所以呢，难怪你会选这首歌。这首歌真的是到处都可以唱，喜庆的最后的歌，2位都很棒，你们真的很可爱，超棒的，很爱你们呢。那宥嘉，老师好。宥嘉今天也是真的很可爱，跟上礼拜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上礼拜是很沙，今天超可爱，而且你唱歌我觉得越来越稳了就尤其是一些拉长音啊什么，越来越稳。所以我也蛮期待你们那个宥嘉下次也可以再给我们不一样的东西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